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楊永傑啦。咁我咧已經公布咗參加今年立法會九龍中嘅選舉。首先多謝大家啦，一直以嚟咧對我嘅支持。據今次嘅媒體報道，今次選舉咧係非常之激烈嘅。我就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啦。咁懇請大家咧記得12月7號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我，為大家繼續服務嘅。係咁啊！我係大眼啦。我本身咧就住觀塘區嘅，咁但係我亦都有屋企人啊，咁樣住九龍城區啦。亦都係非常之近啊，九龍城同觀塘。咁我哋大家都係九龍人。其實咧，我哋而家咧呢幾年過去喺九龍城區嘅發展上面咧，有好多新嘅動向啦。例如係啟德嘅體育園啦，或者啟德嘅搞好多嘅演唱會活動啊。我自己咧就見到。傑哥成日都落區喺呢個演唱會活動啊，或者係一啲體育活動啊裏面大家開心之餘，其實咧佢背後引申咗好多社區嘅問題啦，例如係交通嘅問題啦，或者一啲人流嘅問題啦。其實呢啲問題咧，我都見到咧，傑哥係好用心去到解決，去到揾呢啲問題出嚟，個根源出嚟，去到幫助政府俾意見政府啊咁樣。咁我自己亦都係咧自呢個疫情嘅時候，已經係同阿傑哥一齊拍住相，即係我係叫做掹車邊啦。跟埋阿傑哥一齊咧，就去區內做下義工啊，派發下啲抗疫物資啊。我覺得阿傑哥係一個咧非常之值得支持嘅人嚟嘅。我都呼籲大家咧，如果大家係九龍城區嘅居民咧，不妨可以咧12月7號嘅時候考慮下投楊永傑一票。係啦，非常之多謝大家。如果支持大眼嘅朋友咧，一定要支持我楊永傑。多謝大家，傑哥加油！